創新迷你移動冷氣機，巧妙設計的壓縮機加水吸熱系統，強力製冷、排氣無熱風，所以面排風管、製冷、抽濕、送風三合一。高速飛輪配合高效噴流器，產生無數水霧並充分吸收機器熱量，使冷氣更冷而熱風不熱。送風範圍冷氣即時降溫10至14攝氏度，噪音38到44分貝，寧靜不打擾睡眠，慳電王，耗電量低於200瓦，3公升水箱，加一次水可用6到8小時。雙 DC 摩打，雙金屬灌流風輪，運行平穩，近乎無電機噪音，製冷不乾燥，減少冷氣病，呵護小孩、孕婦、老友記，小巧便攜，隨意移動，去到邊涼到邊，可放櫥櫃台面、桌面、椅子、地上使用。上鵬堂創新迷你移動冷氣機，將冷氣帶到每個角落。